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艺术人生》的演播现场。今天做客《艺术人生》的嘉宾是从我国西北边陲新疆的喀什一路走来的一位著名的维吾尔族女高音歌唱家。她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在世界歌剧舞台上享誉几十年。而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却是一位地地道道由中国和中国的艺术家培养出来的歌唱家。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迪丽拜尔。谢谢，也要感谢我们这几位维族兄弟，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啊，叫《一杯美酒》。我知道这首歌是前不久美国总统奥巴马先生访华的时候，你们在现场演唱啊。我们现场来了很多都是音乐爱好者，我是一门外汉。这个西洋歌剧的那种西洋唱法，跟带有鲜明的咱们维吾尔族民族音乐风格的歌曲的这种演唱，你觉得本质上有什么样的区别吗？我今天不觉得有什么区别，因为还是就又点到那句话，技术是为艺术服务的，所以我们学了半天技术，最后是拿上这样的作品，它是什么样的内容，你就应该出什么样的声音。唱一个东北摇篮曲，我也不会，我不会这样去唱。所以现在在我们民间呀，一说美食，人们马上就会，哦，你吃了吗？我吃了，吃的什么？炸酱面，你看看，它就成这样了。真的，就成这样了。我还是想请您的这个现场啊，稍微给我们做一下示范。弄臣里头这个杰尔达的这首咏叹调，他呢是第一次看见这个公爵以后，他看见那个男孩子呼唤他的名字的时候，他就哎呦，亲爱的名字你在哪里？别激动，别激动。你被他那么吸引的时候，你心咣当咣当跳，你还不让别人知道。对，你自己一个人，你去呼唤的时候，你肯定不会。朱军，我爱你！你不可能这么说吧？对吧？对。门一关，真是多么明了，好听的名字。乐队就给你什么滴答当梆哔叭叭滴答滴啦啦啦滴啦啦啦滴啦当梆梆梆梆 Caro me che il mio cuore festi prima palpita
大概其应该是这个情绪。好，啊，这基本上就可以让你坐下了啊！知道不让你坐下的原因了吗？说句实在的，真的很美。我相信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都感受到了这个声音的美啊。这个迪丽拜尔啊，我们也认识好多年了啊，而且呢，在新疆呢，我也是多次去，因为在西北工作那么多年嘛，多次去。我们维吾尔族同胞啊，你看，真的都个头啊，这个都非常的结实。是。你看上去好像挺纤细的啊，但我也很结实，是小巧玲珑，但很结实。很结实啊。但我知道我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呢？我知道，其实你刚开始要走入艺术岗位的时候，好像差一点，不是差点，很大的障碍，就是因为身材。就是因为个儿小。考哪儿都说他小，考哪儿都说他小，连哈士文工团，他们可能老师们说，那让他拉乐器吧，他手这你看挺宽的，拉小提琴还可以什么的，说了半天个儿小。人说人家个儿小坐那儿有什么呢？个儿小，反正就是个儿小，啥也不行。当时听到人们说这些话的时候，你什么心情啊？我一直在想哈，对一个踌躇满志的青年，他当看准自己的一个目标，要向那个目标进发的时候，老有人因为自己不能改变的事情，遗传上咱解决不了的问题，对，是吗？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老天给的，你又不能自己做什么，你说是不是？所以，但是他老不要很难过，觉得自己很聪明，觉得自己很有才能，完了以后总是这个个子就给你拌蒜，你知道吗？就很难过。1976年，面对无数次挫折之后，迪丽拜尔遇到了让他始料未及的一次机会，以乐器演奏员而非歌唱演员的身份进入当时正在招生的新疆歌舞团学员班。但是他的好嗓子很快就被当时在新疆歌舞团任教的郭玲碧老师发现，随后他开始跟郭玲碧老师主修声乐。1978年，经过3年的声乐专业学习，迪丽拜尔参加了全国范围内发现和选拔声乐人才的汇报演出，备受关注和好评。于是新疆歌舞团党委成立了以郭玲碧老师为首的5人试验小组，专门培养迪丽拜尔，在声乐道路上展开了一次具有在自治区歌舞团的，你觉得在这个3年的学员过程当中，你收获了什么？因为维吾尔族少数民族，我们有一种唱法，就是说不是最自然的一种民族的，就是唱法，人家说这个维吾尔族就这样唱，咔巴拉就这样唱，对吧？但是我的老师郭玲碧老师，他也是当时在新疆，完了以后他们你觉得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歌唱家们就2年一个、3年一个就找不着人了？这就是想到发声方法上，可能是不是要取材于一些给予一些科学的发声法。少数民族不能丢失你的民族风格，这对我来说，对的老师们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如果把我弄阳了，人说他把迪丽拜尔给弄阳，现在唱的不像我们了。你完全让他用土嗓，完全那么本着嗓子就唱，现在又承受能力也有，就几年就完蛋了。当时郭玲碧老师他们在新疆歌舞团有一个5人的小组，就是党委挂帅，完了以后专门管我的生活和各方面的一个老师，完了郭玲碧老师我的主课老师，完了专门调了一个从阿克苏还是什么地方调了一个钢琴伴奏老师，找了一架钢琴，这一块就专门就培养这个孩子。所以我啥都不管，什么都不管，就真是全身心的投入去学习。所以最后我们的目的就是扬歌扬到家，民族民到家。那刚才呢一直在说郭老师，郭老师其实一直很慈祥的坐在下边，看着自己的这个学生。现在这样，我们有请郭老师到台上来，好不好？我看您来拿的这是什么东西啊？他有的时候嗓子不太好了，我们呢就你看。经常检查他哪儿不好，嗓声带情况怎么不好，这个音域从哪儿到哪儿，我们都有这种记录。这您没跟我说过啊，是吧？看，这是非常珍贵的一段这个记录哈。迪丽拜尔这是79年5月14日，然后下边写着两侧声带运动良好，运动良好，白色。有分泌物在前中1/3处粘着，
呈颗粒状，两侧对称。哦，就是这就是那个声带检查的那个结果，声带的时候的那个结果，就声带的那个状况。对，这还有一个音域的记录啊，你看，这有一个音域的记录，接近4个8度，这个音域，就那个时候就对，那时候就在那儿啊。他直到现在，我都是觉得这点我非常喜欢，就是什么，我就是为了艺术，这个心是很纯的。您拿上来的那个东西是18年，那时候全国呢没有这个这个情歌赛，就是调研，文艺调研，文艺调研，全国文艺调研，全国文艺调研，就是把他呢从新疆调到这儿来了，唱完了呢，回去以后，这个新疆歌舞团的党支部就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就商量，一定要把它保它要成功，所以呢，新疆歌舞团呢这个党支部就打了一个特殊培养迪丽拜尔的报告，就为培养迪丽拜尔打了一报告，中央文化部领导和音乐界的知名人士给予了亲切的关怀和鼓励，并对今后的培养提供了宝贵的意见。这些意见集中的反映在汇演的简报上。简报说，年轻的女高音迪丽拜尔声音本质好，清脆甜美，花腔部分很灵巧，是很有前途的演员。现在迪丽拜尔仅仅完成了一半的进程，后边呢还要解决的是巩固中音、修饰高音、扩大低音，达到声音的统一，提高花腔技巧，掌握假声方法，做到多色彩，进一步唱好民族风格，大力增强艺术表现力，使其声乐艺术达到先进水平。而且根据目前国内外的声乐动态，我们来看这项工作意义非凡。哎呀，不得了啊！小小的迪丽拜尔，后边的就是他的那些曲目，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报告不积一格降人才。不幸运吗？很幸运。你很幸运啊。对呀。谢谢你，郭老师，谢谢，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现场，谢谢。有请。1979年，迪丽拜尔在北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个人独唱音乐会。这场音乐会上，除了新疆维吾尔族民歌，他还演唱了西洋歌剧选段和中国艺术歌曲。这种演唱形式当时非常少见，而这场音乐会的成功也成为迪丽拜尔音乐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1980年，迪丽拜尔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师从我国著名声乐教育家沈湘及其夫人李静伟。音乐学院的学生每周通常只上2节声乐主课，而有时沈湘和夫人李静伟一周要为迪丽拜尔上8节课。沈湘教授耐心地一字一句进行讲解，帮助迪丽拜尔准确理解西方古典声乐作品。在中央音乐学院就读期间，迪丽拜尔在语言、声音和艺术修养方面都得到了更加专业、系统的学习和训练，为他走向世界歌剧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4年8月，身为中央音乐学院学生的迪丽拜尔参加著名的第1届米利亚姆海伦国际声乐大赛，获得了第2名。在此之前，中国的歌唱家还没有人能在如此严苛的国际大赛上获奖，而他的演唱却立即博得担任评审委员的世界一流著名歌唱家们的认可。迪丽拜尔从此飞升世界歌剧舞台。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在国际上获得了大奖？改革开放，所以我们就开始知道一些外边的事儿，就开始允许你出去了嘛。国门打开了，所以就各种各样的比赛。我觉得在国内参加这个比赛要比在国外比赛要难多了，
因为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人才聚集，全都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那一波，你知道吗？那大的比你大了好大去了，小的就像我们这样挺小的，所以就竞争特别厉害。然后我就报名了芬兰的比赛，在那区里头我就被选中，最后就送出去了。你觉得这个奖对你日后的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其实对我来说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因为什么呢？我们当时毕业以后有一股风，就是所有在校的已经毕业生也好，怎么也好，都要一股风的往外跑，都要去出去留学。我当时在想，我说这个留学毕业，学校也毕业了，什么都然后你还重新，因为你要不去学校，他没有别的途径要出去，你说是吧？他又得重新申请奖学金什么的，完从头学。我说这样弄的话，我得弄到哪辈子去呀？我说我出去，我又不会刷盘子，又不会洗碗呢，我这老师们什么都给我安排好了，我这还在那忙不过来呢。你让我去为生存去奔波，我觉得我没这个能力。那我肯定就没劲儿唱了，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所以我就没打算出去。所以我一直上到我把我的大学上完，我还去上研究生。就到我快毕业的时候，是唯一带着国家歌剧院的合同被请去的。那时候我还不停的老去芬兰请出去演出什么的。完了后到最后他们希望去演歌剧。就是我的第一部歌剧，就是在我研究生毕业的那年被请出去演的《弄臣》中的那个Gilda，就刚我们那个说的气喘吁吁那个。因为比赛得奖的不光是我一个人，而且这个比赛已经过去了20好几年，5年一次，但是在人们好像心目中记忆深刻被留住的，而且把它当成自己的孩子去领养的这些，好像就好我一个迪丽拜尔，所以他们对我比较厚爱，所以我一去给我的平台就说我用不着去打媒体，媒体早就在我的比赛的时候就已经打出来了，所以人们都知道迪丽拜尔回来了。而且呢，我呢当时在芬兰国家歌剧院的唱的那2年，是他们的一个储蓄银行，非常大的一家银行，把我作为他们银行家对歌剧院对歌剧事业的一个礼物，所以我的工资是由那个银行发的，去房子都给我带家具的全部都给安排好，我是这样出去的，而且给予我的是国家歌剧院的平台，我那时候站着只能唱，动2步就乱了，一动不能唱，唱着不能动，就是这样子，你知道吗？到我今天能演悲剧，能演喜剧，把我这个声部里所有的能唱的基本上都唱到现在，被人尊重，走到哪儿都说这是中国培养出来的歌唱家。我一站在那，他们都说他的老师在中国，所以我一回国，他们就说一写个什么都是旅欧什么旅美旅柔，我特别不爱听这样的话。这一段听完之后，很骄傲，我们就能够理解了为什么迪丽拜尔走到哪都会非常骄傲的说，我是中国的艺术家，并且我是中国的老师培养出来的中国艺术家。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迪丽拜尔于1988年受聘芬兰国家歌剧院，担任终身独唱演员。1997年受聘于瑞典马尔默歌剧院，担任终身独唱家。迪丽拜尔是中国独立培养出来的为数不多在世界上取得辉煌成就的花腔与高音歌唱家。欧美各国音乐评论家称她的演唱是艺术与技巧最完美的结合。30年来，迪丽拜尔走遍了世界上几10个国家，举办了数百场独唱音乐会，并和许多世界著名的指挥家及交响乐团合作。30年在海外的漂泊生活，面对各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民族习惯，从开始的角色被排挤、身材条件无法适应，以及人际交往和对作品诠释中的语言障碍等等，迪丽拜尔都经历了无法想象和预料的磨砺和痛苦。而面对事业与人生的抉择，他收获了什么？又有着怎样的人生感悟？请继续关注下面的节目。相信在这个风光的背后，他一定有非常艰辛的东西。你比如说语言关你怎么过？你比如说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陌生的国度，它的文化、它的传统、它的风俗习惯完全跟我们不同。是。你怎么样度过那一段？他们到了外边，第一件事是，发黑，
一句话不会说，出去啪傻了。人说个什么，其实我也学过，人说几句你好问好的话我也会，但是一出去人家一问你好，你全傻眼，回答不上来，紧张害怕。完了我出去买个牛奶也不会，完了以后买个牛肉也不会。你知道我还真是。别不好意思，我还敢说，我当时我就说，就那个那个，真的你说不出来呀，紧张，就是特别怕见人，人家一问你什么，你就慌张，就非常紧张。而且我们一演完歌剧首演的时候，他有 party， 你一进去了以后，人们都特想跟这个明星聊天，人家是拿着一杯酒很放松的到你这儿去，我的这根这立在这儿，我都会人们走了2小时过去了，我会一脑袋就扎在床上，我就死了一样的难受，累极了。因为我是竖着耳朵在想人家说什么，我听懂几个字，能不能跟上，能不能告诉你？最后干脆抱着一本袖珍的那个那个英汉的那个翻译的那个红本我一下买了3，现在哪个房子都有一个英汉词典。对，最后真的抱着那个，那时候眼睛不像现在是花的啊，就开想说什么了说不清楚，啪啦啪啦一翻。给他看，是这个意思。OK， 他想说什么了？啪啦啪啦啪啦翻过来。OK， 就这样，就很难。就是说呢，而且还得出现一个笑话，就是演这个弄臣的时候哈，完了后他们请了一个汉语老师，在某一个大学的一个中文老师，让他帮着给我翻译。当然这个戏我在出来之前，因为已经知道要演嘛，我都学过，什么都会啊，不啦不啦不啦，也是停留在这个这一段啥意思，那段啥意思，但是。导演说戏，他就很多话要给你讲，他就启发你。他有专业术语，因为有一段就是吉尔达要死的那一段的时候，被刺了以后，他就说看见我的妈妈在天上，我到那儿去等你，就说就为你祈祷，我们等你，就这么一句话，我可能东张西望，完了以后那个就老进行不下去，说不通，完了以后那个翻译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哎呦都紧张，完了以后那个那个谁那个指挥先生，咚跑到台上。怎么回事？你们出什么事了？他们可能大概说怎么哪个不明白。我问你，迪拜，你有几个妈妈？我说1个。他说好，我告诉你啊，那个灯泡就是你妈，你就盯着那个灯泡。那就说我的妈妈在天上。他就这么启发我，看我实在没听懂，就让我盯着那个灯泡。你也甭管你懂不懂了，你就盯着那灯泡，反正眼神让我们看着就在天上了。对，就说你妈在那儿，我们到那儿去等她，知道吧？OK， 当然这是一个很笨拙的一种启发。当时我没辙，就是说语言的障碍，你知道吗？所以你处最后，其实我是个很大胆的人，很麻利，因为我在男孩子堆里长大，所以我不太像女孩子的扭捏，我特像男。所以到那儿我真的我啥性格刚开始啥都没有了，我就觉得连我自我都快消失了，就因为语言不同，就怕跟人说话，就怕谁跟你多说一句话你回答不上来怎么办？成天你这汗毛孔都是立着的下，任何时候都是那样，他都绷紧了这个神经是非常辛苦，立着耳朵在听真的，你想象一下这种生活状态。完了，对，是这样。但是芬兰国家歌剧院非常好，把我到赫尔辛基大学，给我弄了一个，让我参加一个强化班，每天4小时的。结果哗啦把我提了出去，我一演出1圈回来，1个半月回来。甭管人家多差，人家又能说又能写，我就傻眼了，又跟不上。反正是最后是我哪个班都跟不上，最后人家说了，那干脆我们给他安排一个私人老师，他什么时候在家什么时候给他上课。所以最后给我安排私人老师，这每一个星期都给我盯着，在家里给我上课，就这么2折腾3折腾，我就3、4个月，我就最后好不容易把我自己找回来，站住了。但我说的这个语言只是沟通用的啊，只是说点英语，是说话用的。说到意大利语，说到那些你唱的那些语言，咱们还是跟我刚才说的差不多，那都是后来慢慢的在折腾。又经过这样的一番折腾之后，才一门一门的去掌握。对，我不光得学语言，我还得学曲目。我在这儿的时候就唱过几个咏叹调，掰着指头就那么几个，是不是？完了出去我要演那么多的戏，完了后互相还撞车打架，完了以后张冠李戴的事儿经常发生，就这样。但是呢，做到最后能活。但是你别说，你用不着学到有多深，因为情况不一样。你哪怕学了一点点，就那么一点浅一点的那些水平，最后你拿起作品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直接的感受的再现。心灵上觉得孤独吗？那时候心里头哎呀特别不舒服，而且你的邻居你又不知道谁是谁，谁跟谁也不打招呼，谁也不见谁，你都不知道谁是
你的邻居还是走访的客人。那有什么样的方式来排解内心的这种孤独吗？你尽量的去融入你的生活，融入你周围的人，你就跟他们多接触，那就是我剧院的人了嘛。当时让自己忙碌起来，不要有那个闲暇的时候去忍受那份孤独，是忙碌起来就行了。是。但是我知道，其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经历了几次，应该说生命当中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去弥补的一些伤痛。但是我很想让大家了解，一个漂泊在海外的我们的同胞是在经历着一种什么样的内心的挣扎啊。据我所知，好像两位亲人在不同时间段的离世，你都没有在身边。对，因为就跟刚才我说的一样，刚开始呢，因为我有这么多的东西要学，作品、语言，所以我很少回国。对，我现在能回国多了，并不是说我现在什么都掌握了，不是，我已经把看待人生的角度不一样了。但当时呢，就是一脑门子好像就是除了事业就是事业。其实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你应该有别的生活，他才去充实、去完善你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和艺术家。当然那时候也小，也不懂事。因为我从小10几岁就离开家嘛，所以也不是说感情淡薄，也知道，他知道他老在那儿，所以你也很放心。结果我爸爸先去世的时候，也是圣诞节，那时候我在芬兰，圣诞节的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但是我们家人也没说我爸爸要怎么着，就说病很重，你最好你快点来。我说 OK， 我唱完了以后，真是第2天就去了。我真是飞着去的，也没有赶上。等我真去到那时候，已经被埋掉了，我就只好到坟上去哭，表达一下哀思，就这样。所以就心里觉得特愧疚。完了以后，他们跟我说，他说你不用那么难过，爸爸已经说原谅你了。这还安慰，对。安慰。完了以后，这是我父亲。完了4年以后是我母亲去世。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就离新年音乐会还有40分钟的时间。我的唱，分量很重，占到40分钟左右。那天就是元旦那天，我就觉得我给咱们家给打电话，怎么老没人接？打谁那儿谁都不接。我就纳闷，已经打了2、3天了没接。最后我想，我一会儿就要去演出，我再打一个。忽然有人接了，是我三嫂子接的。他就听他那个声音，就稀溜稀溜的我说我想说一个新年快乐，我现在马上要走演出，怎么回事？你们怎么这些天都没人啊什么的？他又忍不住在那哭，我就逼着他问，然后他就说母亲去世了14天了。你知道的时候已经去世14天了。对，我就一下就傻在那儿，我可能我大概肯定是在那哭了，因为我就听着旁边人说。你还在那打电话聊天，还嘻嘻哈哈的，因为外国人听不懂中国人说什么，他就以为我在那聊天嘻嘻哈哈的笑呢。完了以后就喊了好几次，一进屋一看我在那哗啦哗啦的，都吓傻了，也不知道我们说什么，也不知道，最后就停在那儿了。我就把电话挂了。我一想，这一下还不到半小时，我说这怎么办？你让人替也不能替。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抱着我的衣服我就去了。完最后妆也没化，就到那就把那个嘴使劲抹红一点，因为别的地方没妆了嘛。因为我也化不了妆，已经手哆嗦的不行了。我就唱，那天不知道怎么搞的，唱的还挺好，异常的冷静，一点也不觉得难过，特别稳当，而且那么的尽情。没出任何差错，因为我们愿意，我们都是比较完美主义者。其实人是不完美的，但是就是我们对自己要求非常的严格，希望我的每一台音乐会就跟录音一样，出来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当盘录音，所以这样要求自己的。那天我觉得我就一切都非常的好，什么差错没出，唱完了，但是人很静就走了。回去以后把东西一搁，我就在家待不住，我就跑到街上就开始哭。那是元旦嘛，很冷嘛，你在外上，那街上又没人，国外那个时候，反正我就回不了家了，就一夜就在外边自己边走边哭。从那以后我就一直3年我没回去，但是我这3年一点都不安心，因为我老梦见我母亲。因为当时我最后一次见她的时候，她跟我说，我死了，你一定要来看我。他说你别觉得路远，你一定要来看我。你老不回家，我这儿有。我说你说什么话呢？
这话说完没多长时间，结果我就回不去了。我也不敢回去，我确实也特别忙，但是3年把我折磨得够呛，我基本上好像天天晚上都能梦见我妈。我实在受不了，我说我得去，我得回去了，我就去了。我去到她坟上跟她上了坟以后，就那天晚上开始我就不再梦见她了。当然我现在也时不时的也能梦见她，但不像那么折磨我，天天哎，对，我觉得像一件事没做完似的。对，这些我都后悔吗？现在想起来后悔，因为人的一生是事业非常重要，但是作为一个好的艺术家，你必须要有更多的生活来丰富你的事业，丰富你的艺术，要不然我们就说你这个人这么唱歌跟个一杯白开水似的，因为你人这么自私，就为了你自己的一点事情，你家里的周围的人你不管不顾，这是不对的。就是经历多了，我的阅历多了，你的人生丰富了，你这样你从你的声音出来的东西是有感情的，你才有色彩，你才有意思。诠释作品的你的意义就不一样了，所以你啥事都没经历，都让别人给你生活都照顾好了，什么都弄好了，该碰的壁你没碰，该做的事儿你没做。当然人家当时我们的那些老师们也好，他们也是好心希望把这个孩子培养出来，但是你很多情况你没有经历。所以我到芬兰国家歌剧院的时候，我听见我当时的录音，我觉得那时候我都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大概28岁快30岁，我的出的那个声音是很明亮很漂亮，怎么人生的经历就跟那么10几岁的孩子似的，啥经历也没有，是属于这样。但是到后来呢，经历那是我就说我上了一个社会大学课，叫那强化班，就无论从哪个角度对我的这种冲击力是很厉害。真的作为一个艺术家，我们看到他在舞台上风光的背后，其实他付出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刚才我们说到了父母之情，作为一个女人来讲，那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角色应该还是自己为人母，去做一个母亲。但是至少我是觉得迪丽热巴是为了歌剧事业而牺牲了一次特别宝贵的机会，是这样的。因为我的命可能大概是这样，因为什么？我记得曾经李金伟老师，就沈仙老师爱人跟我说过，说他看过一个片子，是国外，是不是美国拍的什么？他集中了一大堆各种各样的歌剧演员们，一个抱一只猫，那个抱一只狗，什么坐在那儿，然后那个就后悔为了事业没要孩子，所以怎么着了。我那时候是个小孩，就瞪着眼睛听老师说，最后没想到自己也走到这一步了，啊。就说我当时我也想过以后呢，但是我呢又特别忙，跑来跑去的没有时间，好不容易那个什么了吧，我那个时候正好我要去西班牙演唱，我从西班牙完了以后到德国唱一部歌剧，那个我是去旧场演那个多尼切蒂的鲁契亚。那一场戏是非常很戏剧化的，最后把自己丈夫杀了以后自己疯了，那段在他每个剧院的他的舞台调度制作不一样嘛，调度不一样。我觉得我那个舞台就疯的那段时候，他那个都是那个是用木头板子，像圆的木头制成了板子，原木做出来的那个一棱一棱的那样的舞台，对，这样的舞台不说吧，它中间还老是有这么一个那个空。所以我就在那上面咚啷就在那连滚带爬的就那样，我当时我就觉得我一身一身的在出汗，就觉得特别那什么啊，回去我就肚子疼的就不行了。完第二天从那唱完，我要去奥地利要唱音乐会，在奥地利办节音乐会的时候，之前我就一身的在冒汗，就老觉得肚子疼。等完了以后就唱到半截，我就知道已经孩子没有了。对，我就会想OK， 我说迪丽贝尔，你可能就是为艺术生的，你可能就是为舞台生的，你可能就应该为人们带去欢乐。就是实际上现在有很多时候是在国内了，对，比那个时候要在国内的时间多得多。迪丽贝尔为什么要回来？真是为什么要回来？因为就像他说的那样，他在国外费了那么大的努力，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失去了那么多，然后现在都得到了。
那片江山已经打下来了，任何时候。你在任何一个著名的歌剧院都可以有你的一席之地，而且他们都还非常高兴的高薪聘你去。对。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又回来了。还是一种归属感。再一个，我觉得我是我们国家自己培养出来的歌唱家，经过那么几十年的在外面的奋斗与唱以外，我把这些我自己现有的和我在国外学到的，我在那边的经历，我再带回国来。去完了以后，我们觉得应该有义务去培养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就是祖国的未来。没错，这个很重要，这也是。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国外那些朋友们就说，你最好给我们打个招呼，我们也觉得你已经完全回去了，而且我们根本不知道你在哪。我们国家把我培养出来，我到外边去给别人唱，让别人去享受，我就没有机会回国为自己的同胞去唱。再一个呢，我觉得我是为什么我在外边做人上人，就是因为你。所有人就叫你很棒嘛，你很棒，我的这一切的很棒都是我们国家给予我们的。我们这代人跟你们可能还不一样，我们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一直到研究生都是国家培养我们的，我们没有交过1分钱的学费。回过头来我呢，一会儿当3好生，一会儿当那个生，反正什么好事我都能沾上一点，老得奖学金。属于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我在外边我该做的，我有时候开玩笑我说我已经在国内8辈子事在外边已经都做完了，是吧？我在那儿无外乎是多唱几场音乐会，少唱，多去几个地方，少去几个地方。我觉得我愿意为自己的民族，为自己的人民歌唱，让他们听到真正好的声音是什么样的。近年来，迪里拜尔把越来越多的时间安排在国内，并在新疆以及各地多次开展声乐演唱、教学和研究，还在国内各地举办音乐会或开设声乐大师班，进行教学与观摩活动。2005年，迪里拜尔担任了中国音乐学院特聘教授。回归祖国不仅为他的事业带来新的起点，同时也改变了他的情感生活。2003年，迪里拜尔在新疆喀什政府主办的一次演出活动中，结识了电影表演艺术家于洋的儿子，电影导演于小洋。当时已经历过2次婚姻的迪里拜尔认为，这一次才找到了真正的爱情。但2人结婚不到2年的时候，于小洋却在拍片的旅途中突然发生哮喘而病故。迪里拜尔是怎样面对这场几乎致命的打击并重新站起来的？请继续收看下面的节目。他先追求的你，对，看上你了，看上你了。你看现在说起这段情感的时候，笑得还那么甜啊！认识了几个月就结婚了，对，觉得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找的那个男人，以为是哈。在一起幸福吗？你们？刚开始没有。刚开始。2人叫父母的话叫针尖对麦芒。针尖对麦芒。2人天天掐，个性太强，而且各自事业都不错。他要管我。你又单独生活惯了，哪容得他管啊？没错，是吧？于是俩就掐。对，哎呀，我们最后就说谁说要结婚的？是你还是我？谁也搞不清楚谁说的。反正他一辈子没结婚，不知道莫名其妙抽什么风，他非要结婚。我也是，都那么多年都过来的人，也不知道怎么了，就稀里哗啦就结婚了，也搞不清楚就结了。结完了后，当天就俩人就掐得你死我活的。这样，完了以后等到一直就不停的掐，完了我呢，因为我还在外边嘛，我还得出去，回来最多1个月呀什么的，一回来就打，就那样。等到他出去看到我的环境，我生活的环境，我的工作环境以后，他忽然就发生变化，再不跟我吵了，再不跟我闹了。其实到后来我们就慢慢就磨合在一起了，就在磨合在一起好了的那段时间就啪就没了。但是没想到就是一掉身梆就在你眼前，就没有任何的精神准备。你不说他病了，或者躺着了半天怎么着了，前2小时还在那跟他说着话呢，怎么就这电话放了还不到3小时人就没了呢？所以我那时候还是新年音乐会，有8场新年音乐会跟乐队的要走的特别重。
又就比较辛苦。当时傻乎乎的不知道，大张旗鼓的我报了这么一摞谱子，准备说他住院的嘛，准备在那，我也没看过病人，我说那就你不能傻坐着，我说那我就带着一堆谱子啊，背谱、工作什么都带着。完了以后我就去的时候，直接就把我拉医院里头去了。结果他没有一下就把我拉到那个一个办公室里头，所以集团的领导全都在，就跟我说这事儿。所以我也没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甚至在那一刻都没有反应过来。都没有反应。我说不会的，好像说我可能还在那笑呢，说我。完了以后过了一会儿，我三哥知道这事以后，三哥就从新疆从哈市，就你说的那个飞机倒飞机，飞机倒飞机，来到北京，他就看见我就哭，我就都是你哭什么呢？他就咬我，他说我是你哥。哎，你干嘛不哭？你哭啊，你哭啊！我当时反正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完全是一种麻木，有一种特别的异常的冷静，完了又说不清楚怎么回事，反正就完全就是一种空的。人说有这事儿是吗？笑一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就完全就一种那种窒息状态、停止状态。你这个有点像我妈那去世的时候，也是有点这种，就完全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是真的，直到真的那过了好几天才知道，哇就哭，一张嘴成这样了，那不就全完了吗？我就这样就啥都没有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出不了声。哎，你说话声音都出不大来，那肯定唱就更别提了。我就就这样，就以为就真的就什么都完了。当时怎么走出来的？朋友，我家里的亲人们和朋友们的支持，还有我们的观众们，我可以收到他们的信息，他们的电话，哎，是他们帮助我站起来的，哎，时间再加上就是说信念，人要活得要有寄托，因为事业是我的一个信念之一，所以这个是一个方面。在这个的当中，我的就是说给自己要建立一个目标，就说我一定要站起来，我还要回来唱。这个时候，郭玲碧老师就又一次的走进了你的生活，承担起了一个当老师的又一次的义务和责任。所以我那天2006年的音乐会，尽管开的不是就是我自己以为啊，就是说不是我最闪亮的一场音乐会，但是我在那场音乐会，我至少我已经站起来，我站在台上，尽管那个声音磕磕碰碰，那晃也好，摇也好，但是我站起来了。你总得有从一个地方某一个地方你得站起来，而且人要学会给予。我既然得到了这么多，我现在就应该给予。这个可以是给予亲朋好友，给予我的学生，因为社会给予了我这些，我应该回过头来报答我们的社会。我就是这样想的，所以我今天这么坚强。我明白哈，其实很多人当真正的理解了生命的脆弱的时候，他自觉不自觉的都会修正自己的生命坐标。对啊。人活着，自私的活着也是一生。要包容，对，包容的活着。就说以学会，就是说，要以前是你不高兴的人，你不会面带笑容，你现在应该要包容别人，从人家的角度去理解别人，就是以德报怨。从悲痛中走出来的迪丽拜尔，2006年在保利剧院开了一场个人独唱音乐会。2009年，在不断的努力下，他的事业又迎来了新的转机。2009年12月。迪丽拜尔主演了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山村女教师》。《山村女教师》是一部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歌剧。而在国外唱了20多年西洋歌剧的迪丽拜尔，又将遇到哪些新的挑战？请进。山村女教师。对。我听着这个名字啊，
真的很有意思，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一下子从蝴蝶夫人到了山村女教师了，这个反差也忒大了。是啊，不自信了啊？不是，想到的就是扎俩揪那个年代，穿一个补丁裤子啊，哎呦，我说我这个形象也不像啊，在3个月之内连知道这事儿，连拿谱子带上台，连滚带爬就3月。这最后呢，我也没有想到，结果还不错。结果还不错，所以尽管一个花腔没有，但是我觉得我们达到目的了。我把另外的一面艺术的真谛传送出去，而且我自己也非常的感动，因为你在国外演戏，你不能场戏都流的就哭的简直死去活来的，你说是不是？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我就是每次就在排练的时候，我就已经就不行了。这个山村女教师，就不行了。而且我觉得这个人物，他们就说：“你觉得你是杨彩虹吗？你现在你觉得你能诠释杨彩虹吗？”他说：“你像吗？”我说：“我用不着像，我我可能是都市里的杨彩虹，因为他们人生的追求和我人生追求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做着同样的事情。”所以我说我就是杨彩虹。说得太好了。今天在这儿呢，跟迪丽贝尔聊了这么多往事哈，我还有一个事想问你，今后有什么样的打算？能告诉我们吗？或者说能跟我们分享吗？没有什么太多的打算。我觉得这不应该要求自己啊。我觉得不要有太多的给自己目标奢望，别弄那么太大，脚踏实地的做人，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但是把你的每一天做得非常的充实、扎实、有意义，做的每一件事情是有分量的，我觉得就是够了。听到了吗？大家马上掌声响起了哈，这才是最实实在在的愿望。因为期望太高了，等你达不到，等你得不到的时候，你会受不了的。但是呢，这不是说不让你们有目标，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一生都献给了艺术，艺术就是它的最高境界，就是我们的目标。这个呢，需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没有奇迹，没有捷径。在我们的现场啊，除了老师以外，还有一位非常尊贵的客人，一直在侧台静静地听着迪丽贝尔在讲述。他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我国著名的作家、学者王蒙老师。迪丽贝尔，您从那过吧。等到我会唱花腔男高音的时候，我就坐那儿。别，您坐那儿，您坐那儿。坐，是。我坐不到那儿去，您坐。这是中国人，没错。就是坐一下，他就来回客气上，没有。不是客气，这个不是客气。特别感谢这个先生能来到我们现场哈，知道先生特别忙，知道吗？讲学，这个听先生讲课特别的过瘾。迪丽贝尔他跟我说要做这个节目，我觉得呢，我特别的荣幸，也是我个人的一个快乐。有机会呢，说一点和迪丽贝尔有关的事情。好，他跟迪丽贝尔有关的事情，那我们洗耳恭听。好，那个1985年，在北京开一个国际交流理事会，后来我就知道里边有迪丽贝尔，而且上边画了一括弧，女维吾尔族。一听维吾尔族，我来精神，你知道我在新疆待那么多年嘛，所以会一散我就过去了。迪丽贝尔是迪丽贝尔吗？他一愣，这人怎么会说维语？对了，他一愣，我那天我就判断，他已经很长时间不说维语了。1996年，我在坡恩跟我老伴儿，我们呢到达的当天的中午，在一个中餐馆吃饭，结果来的是迪丽贝尔。他来的时候呢，他拿着那个五线谱的乐谱啊，真是这么厚，快，他拿得动吗？我说那个，
啊。你别看我爱听歌剧，我不懂歌剧怎么个筹备法。我说要看这么多呀，一个博士论文，那博士他也没有看，也写不了这么多呀，也看不了这么多书。哎呦，我这真不是人干的活啊，这个事儿。哎，我说这么一个细节。我很幸运，我有机会了解迪丽热巴的很多生活。虽然我跟迪丽热巴认识20多年了，办1/4个世纪以上了，我不知道他这么能说。就刚才这个词，我听他讲啊，这不得了啊！这绝对是中国人民培养出来的。还有，我要说一个，他什么事他都告诉我。但是他和于小阳结婚，我事先是一点都不知道。您真不知道？这一点都不知道，你听说都没听说。但是我立刻我就理解了，我特别的理解，我到现在我都理解。为什么呢？您理解？为什么？很简单，他和于小阳在一块儿啊，他脸上就一直在那笑。他不是在那笑，就是跟他急，不是急就是笑，不是笑就是急。他脸上的感情啊，要充满了感情。我不相信他和任何一个欧洲人、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芬兰人能够有这样的感情。哎呀，他中国人呢，你怎么办呢？你说你拿他怎么办呢？这玩意儿，他跟中国人在一块儿，他有那种认同，那种这个互相之间的那种冲击。咱们说到最后，他有趣儿。哎，有趣儿。他跟一个中国小伙子啊，老伙子了，也老伙子，跟一个中国老伙子在一块儿，他充满了对人生的趣味的享受。他在海外的时候，我不知道迪丽热巴你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你说为这你做了这么多的牺牲，你说我这是为什么？你这是为什么？我是鼓励他坚持唱下去的。而且我从来不认为你在海外唱和在中国唱有什么区别？对，是吧？所以我非常鼓励他。我说你唱吧，你唱吧。所以啊，我给他带了一幅字儿来。我的书啊，他差不多都有。有些我那儿没有的版本，他那儿也有。但是我的字儿他没看见。但是有。而且我也一直认为我的字写的差。但是今天因为是给迪丽热巴写。所以我写的不是特别差。哎呦，好，那我觉得呢，写得好吧？写得好啊！郭老师再次的请您到台上来，来，请您到台上。我还要说明一下啊，这个是维吾尔语。您写的什么呀？这是王梦。哦，这是您的签名。哎，这是签名。这个是我，这个是啊，这是哎，这是妈，这是哎，这所以王梦啊，题赠迪丽拜尔，越唱越好。我就是说，人生也是一首歌，越唱越好。谢谢，感谢。尤为火候。我也今天可是那。牛年将去啊，虎年将至。那我想，王蒙先生送来的这样一幅字，是对迪丽拜尔最好的祝福，是，同时也是一个长辈对你最殷切的期望，更是我们所有的观众对你的期待。谢谢，好吗？谢谢。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衷心的祝福迪丽拜尔，祝福她在歌唱的道路上，在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幸福。同时呢，我们更要感谢我们的2位长者，王蒙老师、郭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给我们讲了那么多的故事，给了我们那么多人生的启迪，而且都是在故事当中充满了画面。再一次的谢谢几位。再把它撩一下。